讲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惊热，都有专家来猜测，只要天气反烧热，疫情就会较停。气象局今仔日就来发布着春天的天气，讲今年的春天会反烧热，雨量会偏少。明仔载虽然有一波东北风到位，气温会较降，北部甲宜兰花莲嘛会反较凉，但是刷落去2、2、8、3天的连假，天气袂歹，真适合出去佚佗。出日头啊，天气加真烧热，真侪人毋免穿遐厚啊，敢袂阁寒。毋是，明仔载有东北季风会来，气温会阁降低。明显的温度变化是在明天晚上到后天，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和东部地区，预估的低温，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在中部、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地区大概16、17度。明仔载北部东半部有雨，其他地区依然是一分到好天。拜是北部甲宜兰花莲明显会转较凉冷。高温降到22到23度，2、8连假是拜五开始，天气会阁变较好。敢若剩东半部地区甲北部的山区有局部雨。气象局估计今年春雨正常偏少，气温偏悬。热带中部的海温呢偏暖，而这个偏暖的海温呢会在台湾地区呢及邻近地区呢产生一个反气旋的一个环流，而这个环流会不利于降雨，还有气温会偏高，所以我们对未来一季春季的展望呢，雨量会偏少，尤其3、4月。气象局提醒讲，5月份的梅雨，也就是黄霜雨报道进前，中南部爱节约用水。3月份可能要冷气团会落南，希望免受遐紧。